好学生。王老师啊，您也消失得太彻底了吧？所有人都不知道您去哪儿了，难道您就不想我们吗？想，当然想，特别想。毕竟教你教了这么多年，毕竟我们在学校里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，真的。但是，我更了解潘老师，他一向骄傲自信。他如果现在有意识，他肯定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为了尊重他，为了能让潘老师有一个更好的修养的环境，我才这么做的。那如果我们不在马场相遇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才出现啊？天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看缘分吧。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还能奢求什么呢？人都说，人这一辈子，父母跟孩子都不可能陪你走到最后，只有夫妻才是相依为命的，是这样的吧？说的太对了，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有“老伴儿”这个词儿啊。珊珊，维系夫妻感情的，其实不是爱情，是亲情。潘老师就是我的亲人。我也想成为你的亲人，咱俩可以一起照顾潘老师的，你别什么事都一个人担着。谢谢你，珊珊，谢谢。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也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潘老师的病情也算稳定了，我自己也习惯了。潘老师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？